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刘英仪牧师。9月18日，经验上帝与改变世界，人心多变，神永不变。我们今天的经文记载在撒母耳记下19章9到18节。RPG 我们要祷告的经文记载在以弗所书4章2到3节。你们要谦逊、温柔、忍耐，以爱心互相宽容，以和平彼此联系，尽力保持圣灵所赐合一的心。有一位国外的一个牧者，他说到，人心隐而未显的罪会渐渐生长，直到阻断了神之爱的流入。好严重啊！因着显而未露的罪，竟然可以阻断了神爱的流露，但神爱不会跟我们隔绝的。所以我们人的心真的是多变，真的幸好神永不变，所以他才是神啊，他才是信实可靠的，他才是这位爱我们，他说话算话，他是可以信靠的。从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大卫要回耶路撒冷咯。哇，我们看到那时以色列人一个一个逃回自己的家乡去了，全国各地议论纷纷说，大卫王成就我们脱离仇敌，他救我们脱离了非利士人，但现在他因躲避押沙龙离开了国土，我们膏立了押沙龙做王，但他已经死在战场上，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赶快去接大卫王回来呢？这个想法我们看到这个好几遍了，对不对？大卫王就派撒督和亚比亚他祭司去问犹大的长老们，以色列人已经在讨论要请王回宫，你们为什么落在他们后面呢？你们是我的亲属，是我自己的骨肉，为什么要等到最后才请王回来呢？大卫也去叫了也叫他们去对亚玛撒说，你是我骨肉之亲，从今以后我要你做军队的元帅，代替约押，如果我不这么做，愿上帝击杀我。大卫的话彻底赢得所有犹大人的心他们就传话给大卫，请他跟他的臣仆都回来。回程的时候大卫来到约旦河，遇见犹大人，他们在吉甲来欢迎他过这河。另外我们也看到连示每也急忙的这个到约旦河去迎接大卫。示每我们记得吗？我们明天就会来读我们记得他这个当初怎么悖逆，他当初是什么样的脸嘛？但现在变了这个因为大卫回来了，可以说他跟错人，站错边，但他还是用另外一个脸来到大卫面前。他带着便雅悯支派1000人同来，还有很多扫罗家族的仆人洗巴，我们记得我们都看前几章里面，我们看到当初他们怎么逃但现在他们都回来，遵照王的意思都回来了。我们看到大卫他真的是一个领袖，他是宽宏大量的，所以千万不要让人心显而未见的这个罪慢慢长出，阻断了我们对神的爱的流露，也阻断了我们对人的那个爱的流露。我们会人会改变我们看到这个前后对照我们看到前面撒母耳记下14章左右吧我们去看一下就知道，当初大卫他逃亡的时候，这些人今天这些人我们真的只能说主你知道主人心多变但主你永远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
我们的神就是这么奇妙，他才是神，他是爱我们的神。如果以章节来看，撒母耳记下15章，那时候大卫落难，今天到19章而已，而人已经变了好几遍，又变回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经验这位上帝，我们怎么样是跟神一起改变世界，我们要很小心，我们警醒自己，我们也提醒彼此。我们为主工作失败的原因，我们其实常常在于多看人，少看神，好不好？我们多看神，我们就知道会跟大卫一样，虽然他是一个政治家，他是一个军事家，他是一个王，但他也是因为看神，不是看人。他如果是看人的话，他今天没有办法这个宽宏大量，是吗？所以好不好，我们来默想，从今天的经文，从以色列与犹大众人对大卫的叛离以致归顺，我能否体会到人的善变和神的宽宏大量呢？而我体会到人的善变时，我是不是要更警醒，使我不得罪神，不得罪人？恳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谢谢你，你就是爱。主，当我们在为主做工，我们在这世上遇到许多人心多变，我们自己的心也很会变，但主，你是永远你不会改变，你用你永远的爱来爱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来经历你，我们也与你一起来改变这世界，使这世界看见你的作为，领受主你的爱，爱带来完全的医治，身心灵的医治，也让我们跟你和好，跟自己跟他人和好，成为我们生命中的支持跟引导。特别是在人心多变、世事诡变中，永远不变的你，是我们最大的信靠，最稳固的信靠与盼望。谢谢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音乐牧师祝福大家，我们今天仰望神，我们会看到神的带领是多么的奇妙，神迹奇事美好事要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哦。我们明天见。